轉眼又嚟到2025年尾，呢一年香港娛樂圈真係有啲沉重。短短10個幾月，我哋送走咗一個又一個熟口熟面嘅老戲骨。對於睇住80、90年代港劇大過嘅觀眾嚟講，真係唔捨得。2月，8歲笑匠余明叔走咗。呢位粵語片年代嘅傳奇演員，陪住幾代人笑過、喊過。佢個女喺社交網寫：年初7朝早，爸爸喺睡夢中安詳離世，永遠懷念。100歲，人生圓滿。但講再見嗰刻，始終唔容易。3月，又傳嚟夏春秋離世，享年93歲。呢位被大家叫慣東叔、財神、6合彩之父嘅資深藝人，其實本名吳錦全，冇錯，就係吳君如個老豆。君如喺網上寫：我最愛嘅老豆走咗啦，幾隻字已經滲晒淚，一代老戲骨，最後都係走咗，留低無數觀眾嘅集體回憶。到4月，係電視界資深前輩谷峰，呢位演技派中嘅經典人物，94歲辭世。呢位老前輩早年喺北京學戲，1965年入邵氏，拍過上百部戲，其中就包括《新獨秘刀》、《保鏢》、《雙俠》、《清宮大刺殺》等等。每句對白，每個眼神，都係老派演員嘅功架，嗰種氣味，而家真係好難再揾到。5月，我哋嘅御用奸人方剛先生都離開咗，78歲。佢原名梁方剛，尤其係《人在邊緣》入面個鄭世鳳，嗰種無惡不作、無賴態度，真係奸到入骨，睇到人心寒。之後幾乎每次見到佢都係奸角，形象真係太深入民心。而去到7月更加傷感，先有 TVB 資深演員周聰傳出因肺炎離世，享年92歲。周聰哥後生嗰陣高大儒雅，係60年代光藝影片公司力捧嘅英俊小生，演親戲都自然流暢，好受歡迎。最令人心痛嘅係同月傳嚟雪梨姐離世消息，享年78歲。但係佢嘅武術指導老公唐佳，原名黃唐，早喺6月23日已經走咗，享年88歲。相隔唔夠2個星期，呢對相愛56年嘅模範夫妻就先後離世，真係聞者心酸，聽者流淚。同月15號又傳出資深演員吳博君病逝，享年69歲。佢曾經係 TVB 壞人專業戶，鹹濕佬、奸角都演得入木三分。現實中佢捱過被裁員，做過紙紮、麵包師傅、清潔工，捱得好辛苦，最終敵唔過，漸凍人症走咗。人生好多時都比戲更殘酷。8月，消息噩耗一單接一單，先係亞視小生段偉倫，67歲病逝。佢曾經做過成龍助手15年，拍過國際刑警《衝鋒隊之怒火街頭》，之後傳出同成龍不和，分道揚鑣，江湖恩怨，到最後都化作一句走好。同月28號，黎姿姑媽黎宣亦離世，享年93歲。出身演藝世家，拍過無數經典，由50年代嘅粵語片到 TVB 大時代真情，佢嘅演技溫婉細膩，係嗰種一出場就令人安心嘅演員。去到10月，離別嘅傷感仲未完。10月21號，殷志強喺上海安詳辭世。佢演《碧血青天楊家將》入邊嘅展超，當年被封為最靚展超，後嚟轉做幕後，又偶爾客串反電視劇，人生低調，但演藝路上佢留低咗自己嘅印記。10月尾，成個圈最震撼嘅消息，許紹雄 Benz 哥離世，癌症引發器官衰竭，享年76歲。黎智山代家人公布消息，所有人都話香港冇咗個巨型大叔，嗰句我唔係好人，但我對你好真，以後只會留喺戲入邊。10月31號，著名演員馮淬帆都走咗，81歲嘅佢近年住喺台灣，過得低調安靜，演出經典作品無數，當中單係5福星系列已連續拍咗7部。嗰陣佢同許冠傑、麥嘉齊笑爆香港，佢嘅離開似乎代表一個時代嘅結束。回望2025年，短短10個月，由余明叔、東叔到許紹雄、馮淬帆，一個個熟悉名字變成過去式。佢哋可能唔再喺幕前，但留低嘅每個角色、每句對白、每個笑容，都變成我哋記憶入面嘅一部分。有啲人走咗，但永遠唔會消失，因為佢哋早就變成咗香港演藝界嘅靈魂。